熊啊，猫啊，好斯文啊。拍谁？我是郎祖云，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客家新诗，希望来关心客家的诗。头先来创的个客家歌啊，就是一种客家山歌的形式，唱的呢不是自己听的，其实早期的客家山歌是从这个山头唱到那个山头，尤其居多的都是男女对唱，在男女传情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都结为佳偶。那么在客家山歌这样子传唱的情景相当的神奇，当然我们国宝级的漫画家刘兴清老师阿 King 也把他小时候看到这种有趣的情景都给画了下来，呀哈就唱几集来讲一下客家山歌男女对唱係哪個情形？請看。大家好，我係劉興清。謝青殘，青為了人，也為透視，也為咩聲音。故所以人係我ono參獨透阿金鼓，見到咧，唔係別聲音清怪。故所以人係我ono鑼鼓獨阿金鼓，食飽真好講鼓。講解乜嘅鼓，講解鑼頭擺嘅事情。後生人唔知。老輩人啊，也記得啊。基本上講咧，長山歌，尤其啲客家人啊，一定好長山歌。比如講啊，法律疆土啊，依隻誰來長山歌，依隻誰咪該好拜哈。那寫了一首打油詩哈，阿哥偷閒唱山歌，希望阿妹前來和，唱了10首沒回音，原來阿妹在後頭啊！你有把人講了嗎？後擺啊，山當然走下很無聊啦，尤其也是這樣，山當唱啊夢然，一片狂改片唔多，馬人子山當走些唔地，就剛是後山人啊，是不用長山歌。為了寫阿姐的大嘴鼓哦，該上情河，互通從安樣你呢些個山當呢，寫來為現場，該寫埋普通雜差好多呢哈，怎麼講？安樣唱，有蠻唱呀。yêu阿妹，看清唱哦，過了個寫阿姐唱到呀。哎，阿哥，哦，阿哥就講，你好嗎？有沒有釣你嗎？很有意思哦。他講話就是用唱的，因為人看不見，隔一個山或者是霧很大，動夢見那些看不到了，他也想到，叫小法。你看阿哥山當做些啊，只係長本家唔朋友談，只話到幾多雜差，只是香港。喲阿妹，嗰個家唔朋友冇來雜差，家羅妹就山下談到，阿哥，家個頭，快啲嚟啦，又係拉羅妹，過了講乜嘅好咯？是講小茶快上來，就解決那個尷尬的場面。有的女孩子很調皮呀，這個阿哥在唱山歌，大聲的唱，他都不回應，佢冇演技啦，佢放棄唱，佢冇演技，人都唱到用奇怪，佢咪冇咯係冇。大家唔朋友個小輩呢，這個笑的，嘿嘿嘿嘿嘿，人哋這個偷看個小偷下的呢，你擺好些的呢，但是用啥是貪親熟愛，故所以善當善讀人做些啊，基本的有無浪的嘛，故所以啊，漢人特
改个也未唱山歌，该唱山歌，唔係講有熱天嘅歌詞哦，隨時唱哦，嘛羅山歌咯，有乜嘅安嚟個情多種啦，乜嘅歌有種係你想要慢唱是要慢唱，羅山歌是都好唱啊，還有乜嘅你情多種嘅山歌呢，你小唱啊冇唱過。小唱啊，冇唱過，是這個台車嘅動作大嘴鼓，相時啊冇誰來，誰冇因為砸叉車都對砸叉車有未唱呢嘛嗬？一沙唱一沙答，一沙唱一沙答，唔是講清楚要乜嘅歌詞啦，你想要講乜嘅，是講埋，是用山歌唱出來，該非常嘅神奇，所以客家人。該雜差一些，尤其春差一些，慢山下山歌，哪位音樂唱，當神奇，當好搞，是冇睇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當說起呢後上影衝山歌的這個畫面的時候啊，我們的劉興清老師眼中充滿了神采啊！該不會你的畫作裡面，其實那個衝國嘅誰來就是他自己呢？哎呀，那唔敵了哦！這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情事嘛。不過除了劉老師以外呢，我們還有很多眾多的這個客家子弟，比方說像這其中的音樂大師陳建中老師，他在家裡面呢，音樂素養非常的豐厚，他把自己最熱愛的音樂奉獻了給他的信仰。這個時候，他開始創作了客家詩歌，他希望能夠為全球的客家人來寫詩歌、唱詩歌。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這位音樂大師是怎麼開始他的詩歌之路。愛是愛讚美聖經慈愛比天更加高，來愛開口傳揚你嘅心事直到萬代。那首悠揚通堂嘅歌曲，由客家聲樂團指揮陳建中作詞作曲，並帶領客家聲樂團演唱。台燈空耐心教徒團員們一遍又一遍嘅練習，有時還會講着笑話，幫大家變輕鬆。陳老師就係一位認真又幽默嘅音樂人，佢精通重視音樂，音樂資歷豐富，係演奏家、指揮家、作曲家、音樂製作人。陳建中擅長古箏、胡琴、揚琴、古琴等多種嘅管樂器。佢出身音樂世家，父親陳運同先生喜愛管樂，家中四兄弟陳建中、陳建台、陳建華、陳建安全部係音樂人。7歲嘅時節，陳建中老阿哥開始學習小提琴，阿爸一路栽培佢到大學時期。進入當時嘅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主修小提琴，同時發掘出音樂社團。佢曾經擔任台北市立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組織許多樂團和合唱團，音樂生涯多才多姿。長期研究重視音樂，使得陳建中在音樂創作上更加嘅寬廣。無論係中國曲調、西洋風格，還係中西合璧嘅音樂，佢都能夠運用詞意，同時將各種樂器嘅特性做最為淋漓盡致嘅發揮。陳建中做到了一個思想嘅脈絡，同時心靈也平定嘅發
开以来，佢埋首於客家文化研究，中間有點感性、融合理性嘅土地經驗，也最得從佢初中時期嘅一堂國文課講起。讀到國文課本度，有一課喊到鴻門之宴，就講到漢朝嘅事情哈。誒，佢課本度上，我看到有一個人名喊到陳平。因為我爸對太溜來台灣嘅時候，帶我哋家度嘅出譜來，我有時冇事情我就翻來看啦，我發現陳平以後我出譜度看過也安尼窮樣嘅名嘅人，我就對我同我出譜度想窮樣係窮長人，我就有興趣我講安尼我哋客家人係哪裡來啦？我就對嗰時開始我就開始有興趣開始自家的研究客家歷史同文化。因為家中嘅族譜開啟了陳建中對客家嘅興趣。初中時開始，佢就常常流連在秋書攤，以前客家嘅歷史熟悉，對於客家文化和歷史源流有深入嘅研究。身為客家人，陳建中未曾本客家傳統山歌起源。太學時期開始，佢就四處走訪，參與台灣各地客家莊，熟悉客家民間音樂。我睇到講到我係主修聲樂嘅，但係我自家有安尼面嚇，我哋講。嚟學時我學得再好，也係變成一個黃皮膚嘅西洋音樂家，有乜意思？對我哋自家中國嘅音樂有乜幫助呢？我哋想到我係客家人啊，其實冇聽過有人整理客家嘅音樂，我就想我就開始整理，所以我常常利用一個寒假、暑假、兩假嘅時間，我就把一個錄音機。就去因為台灣有到鄉下係客家莊啦，我就去鄉下熟悉客家嘅民間嘅音樂，包括一個客家嘅民謠啊，或者客家演奏嘅曲嘅傳統嘅演奏曲。用耳朗堂，用心吟唱，在下鄉田野探訪中，陳建中亦發現老人家所唱嘅、所演奏嘅，老學過地輩所教嘅中式音樂係太不相同。第一方面將探以寶山嘅畫布，另外一方面亦更加將熟悉傳來嘅民間曲調寫成樂譜記錄下來，呢啲後來都成為佢創作客家詩歌嘅珍貴素材。藝術救助保障局賬號係陳建中根據40年前在屏東客家莊收集來嘅民間曲調創作嘅，透過佢嘅整理，呢度珍貴嘅傳統客家曲調做得一一嘅保存下來，而一連串民族貴重嘅情感牽連，未層層觸通佢對異châu錯不住嘅敬畏。佢嘅音樂生命，你隨歷時間，老上帝更加層嘅相連結。本來我是冇想要做一個特別的客家的歌的嘛，只是熟悉以後，聽起就記錄下來哈。因為就因為我去客家地區的教會啊，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客家教會都冇出家的歌來唱，所以我就開始為了客家的教會來寫，有的是用傳統的調的，填上一個這個寫的詞，還有就也重新新的調的。呢度本客家鄉親最得創出自家嘅詩歌，陳建中開始創作客家詩歌，
伊嘅創作充滿了客家嘅鄉土氣息，同時巧妙嘅運用各種中式樂器，呈現出與西洋詩歌完全不同嘅風格，非常受到客家高飛嘅歡迎。2004年，陳建中轉到故鄉廣東嘅周良，特別為大陸嘅鄉親寫了兩首《天地有為神》，結果大受鄉親喜愛，鄉親裏頭都做得朗朗上口，也使得陳建中受到親泰嘅鼓勵。天地有為神，創造宇宙萬物，一月兩漢族也佛法，一係溫柔天那把愛為樹上靈魂，你也莫聽嘅多有愛。為咗推廣客家詩歌，2007年開始，陳建中招募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熱愛客家嘅團員，成立了客家聲樂團，同時帶領團員到國內外各地去表演。除此之外，陳建中對於客家聲樂專輯嘅錄製，無論係創作、選曲、錄音、然後訓練等繁瑣嘅工作，亦全部親自參與。我在他的身上是看到一個堅持，我看到他在聖樂的堅持，然後做那個創作的堅持，然後他每一個月的訓練的堅持。他是客家人，那他深愛着客家的文化，特別他會去各地收集客家的民謠，所以我跟着他學習的時候，我從他身上看到不單是客家人而且是那種熱愛客家的生命在他身上能夠彰顯出來。咁客家詩歌一種原創讓可以傳達客人客家教非常的用，所以20年前我就組織咗很多客家福音詩歌團，創咗2-3年，仲係可惜的這個我哋個智慧都未去到美國是中團嚟參時間非常可惜。有啲客家10年配架運動，2005年到2014年就係千好嘅福音運動，所以我大概要去到美國，我就潛嚟咗陳建中教師佢係音樂嘅先生感謝主，佢依然負擔，所以佢3-4年前就是決心就要轉到台灣啦，就開始重新嚟組織一隻聲樂團，講到客家聲樂團，所以我去過呢度嘅地方，去到香港，去到沙巴，去到新加坡，去到印尼，明年還會去到澳洲歐洲回頭來看就係上帝有佢嘅計劃就從來這些就譬如來接觸，不管係西洋嘅音樂、中國嘅音樂各種嘅樂器睇本都愛嘛也本來去鄉下接觸很多嘅客家嘅音樂文化也都係上帝特別的安排啦。非屬過往，陳建中嘅明白，上帝就已經在佢嘅生命當中豐富嘅安排了一切。特別心有所屬嘅音樂人，每一擺嘅落筆，無論係為到作詞、為作曲、為編曲，或者係為到客家嘅翻譯，亦都在了當中尋到了上帝。其他每一隻音譜都做得安慰、觸痛你與堂中嘅心靈。未透過親切嘅客家詩歌，帶領佢哋到進入豐盛嘅生命。
稣，主耶稣，还有朋友相思主你，还有艰苦你来给他，事事都有你照顾。因为坚定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爱，使得陈建中老师他在诗歌上的音乐创作，他的概念还有他的一些想法呢，源源不绝，使我们始终可以听到他最新的创作。期望上帝可以继续的帮助他，让他有更多美好的音乐可以传唱于世。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听到他的诗歌音乐以后，要做得坦然地向他来唱客家的诗歌。我想这不只是他，也是许许多多客家词体里面心里面都会希望能够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感谢大家今日收看我们客家心思，下礼拜请大家向我来关心客家的事。再见喽，祝福你。